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節目，我係節目主持人 Hebe。今日咧，我哋會關注一個容易俾人忽略，但係影響深遠嘅議題，就係老年抑鬱症啦。我哋嘅社會越嚟越長壽，有唔少嘅長者享受緊退休嘅生活，但係亦都有唔少長者都默默承受住情緒上面嘅煎熬。根據最新嘅研究，全球每5位長者入邊，至少有1個經歷過唔同程度嘅抑鬱。然而，對於老年心理健康嘅誤解，佢哋嘅痛苦往往都會俾人忽略，甚至係誤認為係正常老化嘅一部分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播放一條片嚟介紹下老人抑鬱症。老年抑鬱症，香港長者抑鬱症患者率高。香港大學2023年嘅一項研究發現，香港65% 以上嘅成年人當中，有27% 表現抑鬱症狀，幾乎係全球老人平均水平嘅2倍。超過40% 嘅老人獨自或者只係同配偶生活，仲有未經治療嘅抑鬱症老年人而患失智症嘅風險高出2.5倍。亦有好多老人由於失去咗朋友同埋家人，甚至退咗休之後嘅社交限制而感到孤獨，仲有身體疾病，例如糖尿病、心臟病或者一啲認知嘅障礙都會造成咗心理阻礙。抑鬱症嘅病徵喺情緒方面會感到悲傷、失落、長時間嘅沉默、嘆氣或者哭泣，對以往喜歡嘅活動失去興趣，同埋迴避家人朋友嘅互動。抑鬱症嘅病徵喺身體方面會入睡困難或者睡眠過多，體重明顯下降或者上升，不明嘅頭痛、背痛、關節痛，輕微活動都會感到非常攰，同埋日常自理下降。預防方法1：家庭支持，子女配偶或其他親屬應定期陪伴，減少孤獨感。社區活動，鼓勵參加興趣小組、社會活動、義工等，增加社會互動。朋友聯絡，與舊同學、舊同事保持聯繫，避免長期獨處。預防方法2：有規律作息，做適量運動同埋均衡飲食。預防方法3：管理慢性疾病同埋心理調適。新精神復康會係香港一間專注於精神健康服務嘅非牟利機構，致力為精神復康人士及其家屬提供全面支援。以下係佢主要嘅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。服務對象有患有精神健康問題，例如思覺失調、抑鬱症、焦慮症等嘅成年人同埋青少年。佢哋為患者家屬提供情緒支援教育及培訓，協助佢哋提供專項服務。佢哋嘅主要服務內容有臨床及復康服務、社區復康支援、推動精神健康政策、精神科門診服務、家屬支援服務、醫療心理社交及職業支援。頭先嘅影片都有詳細介紹到老人抑鬱症，相信大家都對老人抑鬱症有初步嘅了解。老年抑鬱症唔應該俾人忽視，亦都唔應該被視為係正常嘅老化現象。佢係一種疾病，需要我哋共同嘅努力，給予長者更多嘅關懷與支持。我係主持人 Hebe，我哋下次再見。